在地人在地前，南投草屯镇的北投社区为了庆祝母亲节，邀请士大做伙参加穿新娘衫行大步的表演。逐位老大人拢是精心的打扮，在亲人的陪同之下呢，行红地毯展现自己，感受大家祝福。 社区许多人用心打扮，穿水当当的新娘衫和礼服，有处理人陪伴当街行红地毯。今天穿这么漂亮的礼物，我们感谢他平常的付出，祝他母亲节快乐。草屯镇北投社区精心安排这场行小的活动，带许多人庆祝母亲节，真侪贵宾来这参与，当街送祝福给这妈妈，让爸爸们牵着妈妈们一起来登台。我想这样的一个庆祝母亲节的活动也让妈妈们很快乐的能够圆满他们的梦。这场行小唔那是感恩的表达，感谢每一位许多人为家庭的付出，嘛替社区的妈妈完成梦想。活动内底有真侪表演，让大家留下难忘回忆。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